那王老师知道吗？肯定不能让他知道啊！你俩谁也别说啊，谁要说了，我跟他没完。baby， 你把水都喝进脑子里了，装什么普度众生啊你？你到底图什么？我什么也不图，我就是想帮帮王老师，能减轻一些他的负担，这样我。你怎么知道？护士告诉你的？这还用别人说啊？病房里成天一尘不染的，除了田螺姑娘干的，还能有谁呢？我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干的，我知道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告诉我真相。我只是觉得你有点……珊珊，没关系的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其实那次咱俩一起吃饭，电话就是医院里打来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，我都明白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跟我直接说呀，你干嘛非得要逃跑啊？珊珊，你真是我的好学生。好学生，王老师，您也消失得太彻底了吧？所有人都不知道您去哪儿了，难道您就不想我们吗？想，当然想，特别想。
毕竟教你教了这么多年，毕竟我们在学校里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，真的。但是，我更了解潘老师，他一向骄傲自信。他如果现在有意识，他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为了尊重他，为了能让潘老师有一个更好的修养的环境，我才这么做的。那如果我们不在马场相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出现啊？天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看缘分吧。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人都说，人这一辈子，父母跟孩子都不可能陪你走到最后，只有夫妻才是相依为命的，是这样的吧？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“老伴儿”这个词儿啊。珊珊，维系夫妻感情的，其实不是爱情，是亲情。潘老师就是我的亲人。我也想成为你的亲人，咱俩可以一起照顾潘老师的，你别什么事儿都一个人担着。谢谢你，珊珊，谢谢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潘老师的病情也算稳定了，我自己也习惯了。潘老师，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烦得慌。你说吧，我跟王老师把话说开了，怎么反倒别扭了？说开了再做决定，总比什么都不说就下决心要强。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的，要不然就潇洒放手，要不然就坚持不懈。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半半捞捞的。我要是放手了，我觉得舍不得；我要是不放手，我觉得对不起潘老师，我都快拧巴死了。我觉得别想那么多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，就留给时间去解决。